2026年下半年美股唔會買嘅美股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嘅。如果你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喺年初嘅時候咧，有做過影片話過，有根據幾隻嘅 M7嘅美股加埋 BTC 加埋 Palantir 咧，就話可能即係今年嘅美股市場可能唔係咁好啦。咁雖然今年嘅美股市場咧都好暢旺嘅，咁但係都唔係完全錯啊。因為當時講嘅 BTC、Palantir、Meta、Netflix、Microsoft 咧喺今年嘅表現咧都唔係咁好噶。咁我而家咧就會講一講佢哋以下接落嚟嘅運程。咁要小心嘅係邊一個月份？咁雖然8月8號咧開始已經係秋天啦，開始咁，但係理論上咧，即係最黑佢哋嘅5科影響力咧都漸漸減退，理應咧其實佢哋嘅股價咧應該係漸漸好轉。咁但係不過咧呢一堆嘅美股咧財星咧不約而同咧係水嚟嘅，咁而10月咧戊戌月咧係全柱係土嚟嘅，土係好制水嘅嚇。咁如果可以揀咧，我都仍然唔會揀呢一堆股。但我想重申一點咧，就係短期嘅反彈咧，或者係有嘅。但係如果你話一個升一個嘅大趨勢咧，就可能係難一啲啦嚇。咁大家其實都要買股嘅時候就要注意翻啦。